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大罢免进入第2阶段的人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公开到台北市警察局的公文，这个公文讲，未来罢免团体人数必须按照集会游行法提前6天来申请。简书培质疑台北市政府妨害罢免团体运作，痛骂蒋万安是独裁者。台北市政府驳回讲，警政是中央一条鞭。讲台北市警察局是依照着行政院长杜英台的指示，确保民众参政的权益，同时避免冲突来发生。也不过行政院发言人讲，无哦，院长无做这种的指示。听说是为了要保住国民党立委是小心。好，谢谢，小心小心。这个做法不太一样。面对媒体，台北市长蒋万安拢唔正面回应。民进党议员简书培面册公开台北市警察局的公文，指控市府地层紧急召开会议，定调未来罢免团体宣传人数，按依照集邮法提早申请，批评市府安尼受过独裁。针对罢免团体的维护安全协调会做了3个结论，真的是荒唐至极。那警局它其实是中央地方人事一条边的。那地方的警局一定是支持并遵循中央的相关的规定跟决议哦，就是这一项新的这个改制，其实也是源于行政院卓院长以及内政部长他们对于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加强维安这样的需求。过去罢免团体人数，在咧无宣讲的情形下，通常只要甲当地警分局各地对当摆大宣传。也毋过伫3月19了后，那依照集会游行法第9条的规定，必须要伫6天前提出申请。而且向市警局申请落款，纳3万的保证金，才会当进行人事。院长及内政部长日前指示，应保障每位国民合法参政权利。据考量近期罢免联署活动增多，且偶有滋扰情事发生，原请各分局主动联系联署活动之成员，依集会游行法辅导申请集会游行。以适时派遣警力。面对这期，警察局甲市府拢跳出来驳回，都惊做任何动作，拢互认为和政治有牵连，以及冲突发生的时，互警察的执法会当有法院的根据。以防伫大罢免的时，皇讲大细心。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